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您收看12月16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是台北传出有真侪里长接受招待去中国佚佗，这已经涉犯违反反渗透法。最后一团伫昨昏返来到台湾，地检署甲警察局、移民署等等单位分路甲41个里长找来问话。伫复讯了后，有3个人是以5万至8万交保，其他38个人已经请回。 有接受他的招待旅游吗？对汉政务员提供台北市文山区西站路里长涉嫌接受招待去中国旅游，互检调约谈。台北地检署15指挥调查局、台北市警局、甲移民署这单位并分6路发动搜查，因为检调才着线报台北市文山、信义、松山、中山甲万家区真侪里长甲亲友，为6月到12月之间，分作7团接受中国招待去上海、青岛、哈尔滨等地旅游。 可不可以说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会被说是反渗透？不要了，再讲，等一下检察官又不好弄了哈。我让我回家，早上到现在都没回家。哎，会不会觉得委屈啊？没有什么委屈。 青恩小话逃离开地检署，台北市文山区姓刘里长也是被约谈对象之一。有41个里长遭到约谈，有一团4个里长才多接受完招待，等台湾一路飞机都被约谈。检方复讯了后，指令3名里长分别5到8万块交保，其他38人请回。检调所在的6个地点，主要是3个文山区里长的里办公室甲徛家。这是总统大选期间，北检侦办反渗透法案件当中，涉案里长人数上最一摆。 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宣布对台湾的贸易壁垒调查，认定是咱台湾这边限制中国2000多项产品。行政院的副院长陈文灿就甲中国发声，讲千万唔通政治操作，认为中国就是调工要闪开 WTO 的机制，对咱是真不利。工商协进会就表示讲，这调查结果互人是真遗憾，所以建议政府要来找找其他的市场来分散风险。 中国商业部4月公告对于台湾启动贸易障碍调查，今仔日提早对外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台湾对中国贸易限制做法已经构成贸易障碍。绕开 WTO 的机制，那进行片面的政治操作，这对于正常的经贸往来不利。我想，中方应该停止这样的政治操作。那我们各部会有相关的因应。我方随时准备好。 跟对方在 WTO 的平台上来进行讨论所有的贸易争端，会随时跟我们的产业来讨论，用我们各种的政策工具来协助业者。中国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单方面限制真侪中国产品输入，范围有扩大趋势。到今年11月底，包含肉加食用肉类、肉鱼制品、有钢铁电机，拢总2509项中国产品限制进口。 又提出无符合海峡两化经济合作的协定 ECFA， 认为损害中国产业利益，嘛损害台湾消费者的利益。这个是比较遗憾一点，希望能够有机会双边再好好来沟通弱势的这些农渔业了。那希望政府能够有一些对调查结果，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忠良感觉遗憾，因为中国甲台湾是上大的贸易友伴，也是台湾上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专家认为，台湾的石化、工具机甲纺织可能会受到贸易障碍调查出现关税损失，就连中小企业嘛要提早因应，才会当降低影响。让我们的这些中小企业知道说，假设真的中国在选前，不论是选前或选后，真的对 ECFA 现在的厂商去做一些制裁的话，政府可以马上提供可以应急的措施是哪些？那我觉得就有助于去降低大家现在的一些不安的感觉。刘委会认为，中国故意无要用 WTO 贸易争论机制，明显有政治目的。专家认为，明年的总统大选结果，恐惊原来影响中国贸易障碍的限制措施。记者综合报道。 或者中国讲咱台湾这边限制因的产品，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就跳出来批评讲，这中国就是咧介入选举。另外，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是当咧中国参访，民众党郭文德就讲，这拿赢这款的行为，就是互人怀疑讲因是趁机会咧宣传。另外，这个国民党的侯友宜去云林拜票，前县长张英美来甲3天，互人展现一个团结的气氛。
连三天无扫无行程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出现伫同样门，受到支持者的欢迎。对中国伫台湾大选前29天宣布认定台湾，对中国构成贸易壁垒。拄好是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正伫中国参访，赖清德批评中国种种行为是公然介入选举。如果有任何贸易的争端，应该寻求世界贸易组织的机制，不应该在选前1个月刻意公开发布，企图影响选情。这个是公然的介入台湾这场选举。夏立言此时此刻前往中国大陆，也起人疑窦。民进党柯文哲是到宜兰由东来过仔行选情，并问到夏立言访问中国，引起议论。柯文哲讲，国民党有买办的文化，才互台湾人民来怀疑，并且自认是上使处理甲中国、美国关系总统候选人。你跟我讲话还是有程度，你真的跟我讲，我很明白告诉你，我有些也跟美方保证都是不赖。对中国的交往，我不会因为跟中国有交往失去台湾人民的信任，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国民党侯友宜的专台车辆拜票记录来到第3天到云林，伫政车顶面沿过向乡亲拜票，县长张立宪专程陪同，家己出身的侯友宜就人亲头亲，积极有近甲中南部选民的鼓励。听到咱南部足侪人民的声音，向老农津贴会当提悬，农民欠工，公粮收购价钱要提高。我身为伫南部出世的，关心咱所有拄到的问题。原来原本支持郭台铭的前县长张荣美也头一摆出现，甲侯友宜斗阵，更加斗阵化当选，展现国民党团结的气氛。新的出身郭台铭支持侯友宜，张荣美讲的身份的邀请，相信郭台铭重要时刻的力量对侯友宜的帮助是真大。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佮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看报纸的重点。中国时报中央气象署表示，今仔日受到锋面甲大陆冷气团热南的影响，气温下降，北部、东北部甲东部会渐渐变寒。后礼拜3甲拜4，苗栗以北就要注意10度以下的低温。联合报：北京地铁昌平线12月14有2台列车，敢若是因为落雪伤骨，所以打洞失败，全拢落做火，有500多人送病院，其中102个人骨头锯去，加在无人死亡。自由时报：2024这总统大选咧要到月，经证实这2礼拜4个掠大选的搅盘、乌道甲诈欺等等，目前是查到700多件，嫌犯2000多人，不法的资金有9000多万。所以来，咱要来关心的是交通部观光署定出今年600万的国际旅客来台湾的目标，昨因这个目标已经达成啊。第600万的旅客是对新加坡来的，伊是甲厝里的人来台湾佚佗。也那这个观光署也讲，明年要过来翻倍，拼到1200万的国际旅客目标。甲观光署含赞助厂商送的归纳纪念品收落来，其中包括4大国际航空提供的无限航点来台机票。到伫新加坡的诞生是今年入境咱国的第600万的观光客，一家伙些人来佚佗嘛是第4摆访台。是要去阿里山、太古阁，然后回来台北。这次我来，我们是去清境，我觉得清境很美啊。喜欢台湾的什么地方或者是什么小吃？小吃欧亚米耍吧，对，然后很多景点还有风景今年600万的观光客来台的目标是提前半个月就到目标。分析旅客的来源，第一名是香港客，到10月已经有86万外人；再来是日本游客，有68万5千外人；韩国客嘛有超过55万人次。交通部观光署宣布，明年会以疫情进程的规格，设定1200万观光客来台的目标。对过去捌是上大宗入境旅客的中国客，明年敢会来，目前嘛在沟通。观光小两会，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彼此的这些讯息，能够释出更多的善意。3月的这个部分，我们已经确定是开放，那么也期待大陆能够更好的回应。我们也可以去强调，我们是不是可以吸引到所谓的顶级或者是富裕的观光客来台湾，怎么样提供非常有质感，然后呢也非常与众不同，而且是客制化，甚至是
个人化这样子的旅游模式。学者建议发展高端的旅游市场，除了成金字塔上顶悬的旅客，嘛当提升台湾旅游环境。目前爱较紧做的，就是若观光市场接待量无够，就算一大堆旅客来，嘛无法度应付。政府较紧解决观光业的欠工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以色列对加沙地区一直在攻击，所以引起国际的抗议。即马这个战争当咧拍，巴勒斯坦的传统头巾工厂煞是真无用，因为这个声援巴勒斯坦的人会绑有代表性的角花啊头巾。有工厂就表示讲，这排队的人是伤济，可能就要等几啊年才等得到。一部机日来回运作，老西手提针线提出一条底文。位于约旦河西岸一间工厂，是巴勒斯坦领土上唯一留落来传统头巾库菲亚工厂。过去2个月个，因为订单增加真多，生产速度已经赶袂赴出货。以色列和哈马斯袭击对加沙地区激烈的轰炸了后，各地掀起声援加沙的声音，也有游行运动，其中不少人的包也是为代表巴勒斯坦的欧贝基亚文库菲亚表达支持，要求停火。It became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flag. It's a flag that looks nicer than a flag, and you can wear it, and it's more practical. 库菲亚是中东各民族头巾统一的称呼，无同所在有无同色地，亲像乌白、红白也是全白。乌白记文的库菲亚原先是巴勒斯坦农民的传统围巾，后来加入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标志，意义相当巴勒斯坦的国旗。已经过身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在公开场合头壳暗棍拢会为这个库菲亚。Significa resistência, luta de povos que, querendo ou não, conseguem de alguma forma resistir ao colonialismo, que é algo tão bruto, né? Algo tão brutal, você perder o direito à sua terra, à sua história, à sua cultura. Então eu acho que isso daqui carrega esse peso, o peso da liberdade, a verdadeira liberdade. 巴勒斯坦库菲亚工厂经销商指出，过去2个月个订单增加真多，以每个月5000到6000条产量，有计爱几啊年的时间才法度把这货出完。We have at the moment more than 200,000 people who inscribe themselves on kufiyya.org on the Notify Me list to get a kufiyya. 也不过围观库菲亚冒风险，像有一寡政治立场激进的人士会挑工攻击围观库菲亚人。另外一关德国跟法国警方强调，这边卖假面炸掉呢，剃头巾无违法。也不过事实上，对以下爆发冲突到即阵，以外有数量不明的抗议人士，因为唯一也是伫库菲亚立方警告罚款也是拘留。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国内消息，伫桃园有一个高中生参加全国学生美术比赛，去摕到特优奖。也毋过，所互这个网情咧，即期讲伊是咧考试过路人有帝王条款，引起网络正大的议论。即马教育部长潘文忠是出声来支持，强调讲会依持这个奖项，继续鼓励学生创作。高中7年级的学生以帝王条款为主题创作，摕下112学年度全国学生美术比赛高中组红仔画特优奖。学校原本有伫面册显示文理，却是引来网友批评。有性格小调，15早起重新伫面册显示文理来祝福。他在绘画创作是让我们很值得肯定的。我们就觉得学校只是贴一个恭贺孩子得奖的文章，造成大家社会舆论的互相的讨论的过程。我们要表达这个事件，让我们表达说我们感到歉意的地方。显出这个文理说明学生创作动机甲灵感，要学生的感言，讲会快乐来创作落去。校长转答，迄种的学生比大人想的较乐观正向，也不过对家己选择社会议题来创作，就是引发这么大效应，就是无想到的。其实孩子真的不知道社会对议题的讨论要这么广述，或者对法条这么清楚，什么礼让或跟停让。或许是我们该教育他的，我们会跟他理解。高中生红仔画学奖得到2种无同的讨论，教育部长潘文忠头一摆表示支持学生创作。潘文忠讲，对作品确实看到作者本身经有日常真样的观察，经由这个红仔画创意来呈现，也那奖项是无立顿来这个问题。教育部的态度，就是支持学生能够在这个创作上的表现，它相关的这些创作的内容，并没有违反简章里面所提到的有临摹啦或抄袭的这个现象。我想这样的奖项要维持，也应该给学生鼓励。
鼓舞全国学生美术比赛办法，除非互人检举是模仿抄袭，代替人写确认才会批这奖项。因来办法一日开始就讲，上重要就是原创性加独特性，就是咧强调囡仔创作自由。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三读通过《运动产业发展条例》第24之1的条文修正案。那准这个票款是卖运动比赛的黄牛票，上最大的罚原价50倍的罚金。体育署认为讲修法了后，会当确保这个运动比赛的门票正常交易，对产业发展有帮助。大型体育比赛门票往往真歹买，尤其大巨蛋启用了后，情况更加明显。为了阻止黄牛票真济情形，立法院15三读通过《运动产业发展条例》修正案，明定涉嫌卖黄牛票，还每一张票券名额上当50倍罚款；转卖免费一张的运动比赛票券，还每一张票券18000块以下罚款。经过总统公布跟我们的配套执法都发布了以后，那这个执行上就会有不同的强度，也彰显说政府在打击黄牛的决心已经有具体。体育署认为修法了后，会当确保票券正常流通，健全产业发展。尤其针对利用售票机器人来订票，相当会当处3年徒刑，也是并科相当300万的罚金。包含世界杯、亚洲杯，明年也都会有哈。那这也都可以预见，都是一票难求这样的一个法规来遏止黄牛。那我觉得对一般球迷来讲会比较公平。不过，亲像台北市警方到今已经查到上100件案件，其中一件警方叫做买主钓鱼掠到一个伫网络卖价1倍钱阿饮赛票券的人，互法院认定警方无真正买票的意愿，卖票的人嘛无未成功，无法引起讨论。侦查的这种实务上面，是允许钓鱼的。我还认为说，这个警察呢，他们一开始去找这个卖方呢，其实就没有真心想要买这个票，不会有图利转卖图利这件事情。那因此呢，他认为这个要件呢就是不够。担任司法官的律师认为，警方较早依照社会法来侦办，可能因为法官的见解无同，出现法也是无法的情形。即马运动条例修正通过，也互检警执法有根据。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农渔业有一个人力老化甲欠工的问题，在宜兰就有4个才20桶岁的查某囡仔，因来组一个新创团队，除了替遮的渔民卖鱼仔，佮宣导食鱼的教育，推广文化，希望讲会当省佮较侪少年辈的注意。今仔日下暗7点半，青春咱的网特别带大家来看这段查某囡仔的故事。林晓东对老爸出海掠鱼仔，伊是伫宜兰大溪渔港大汉的囡仔。面对渔业长期的各种问题，伊伫大学的创业课程内底找到解决的方向，所以4个大学的同学成立新创团队，为渔业的发展找到机会。如果有运送收入，就用一个公版。若是真侪年轻人转来的话，会使佫想佫较侪办法去创新这个渔业行业。会使互渔业这个行业传统行业去互它做一个转型，去做个变换。画刀的用意呢，主要是希望它等下就是煎的时候可以更快的让它熟。市面上遐较无销、佫长着时的鱼仔，团队为了行销，开始家己拍影片，伫网络顶分享各种鱼仔料理的方式，互民众认捌食鱼教育，嘛传达永续海洋的理念。这些没听过的鱼也是有它的营养价值，也是很好吃的，然后让大家都会愿意尝试不同的海鲜，就是能传达一些食育教育的概念。海基仔渔村都算渐渐衰微，不过要受真高的认证力。团队的成员除了伫线顶卖鱼仔，嘛投入地方创新的运作，互渔港的水会当互更较侪人知影，嘛为社区带来活力。是可能他说罢工，他后面就变成哒，就是他不会再去喊前面的几把，所以你可能喊说。我们有屋子啊，然后有故事，有人，那是不是大家就可以一起在大理把这个渔村再重新弄起来？掠鱼仔、卖鱼仔，地方创新，4个少年查某囡仔充满热情甲勇气，做出甲大部分的人无同款的选择，希望伫影像发展甲经济之间找到平衡点。
嘛，互在地会当有新的发展。记者洪兆成、魏文良宜兰报道。今年88岁乡土作家黄春明，唔但会晓写，也会晓画。伊上新的册就是用这个裂纸来结合现代诗的创作。2014年得癌症的这个黄春明，虽然讲破病，也毋过伊是一直坚持咧创作，把家己的生活经验变作是伊创作的养分。色水显白的图做背景，充满温度，用手写的诗，这是作家黄春明的新册。黄春明除了写作，也真介意画作。亲像这本册，就是以黄春明的裂纸画做封面甲背景，结合现代诗、手笔，成做一本让人感觉神奇的册。咱水彩啦、油画啦，拢有画册，拢有画册。我是感觉讲书画这种较特别咯，无人安做。我要做诗画了。黄春明的多才多艺，所有人都知道。我如果缺少这个出版的 idea， 就问他。黄春明今年已经88岁，以乡土小说出名。伊一作品亲像后生的大仙翁仔、澎湖的滋味、看海的日子，拢是同人知的文学作品。黄春明就算2014年确诊淋巴癌，也是一直创作。对抗癌症的经验，也让成做伊创作的养分。我是讲会翘起啊，我有做病中作乐，所以会当有做足济。这个裂纸有一寡是我破病时离的，有写字啊，又感觉迄真趣味，再甲下落。每一年的一天，我梦花总是袂记得回来摒扫天顶，只是我梦花徛伫溪边，甲天顶扫甲清清清。伫新册分享会，作家向阳也到现场，用台语言黄春明的诗《挂梦花》。虽然黄春明年岁大，身体状况也无亲像少年时遐尔有活力，伊也是一直推出新的作品。亲像这本册已经是黄春明今年的第3个出版品。讲到创作，黄春明就元气八足，感情当中展现伊对创作的爱甲坚持。记者龚长水台北报道。今仔日天气如何？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14到20度，中部地区14到22度，南部地区19到28度，东部地区是15到25度。外岛地区11到22度，要到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